天父上帝係我哋嘅主，又係我哋嘅阿爸父，佢係大能嘅保護者，佢保護我哋，好似母雞展開翅膀保護佢嘅兒女一樣，使到我哋不怕黑夜嘅驚恐或白日嘅飛箭。你要投靠在神嘅翅膀底下，他是信實可靠，你必不怕黑夜行嘅瘟疫，或午間滅人嘅毒病。黑夜臨近。